Taylor with Respect 2026全新型號 Trunk Show 正式登陸 The New Black Optical 荃灣分店。令人期待已久嘅 Taylor with Respect 2026全新型號終於搶先到達我哋荃灣分店，好開心今次可以搶先公佈呢一啲仍然未公開發售嘅型號，而且全部都有實物，可以俾大家感受一下今次全新系列嘅設計。今次新系列嘅焦點一定落喺呢一款無邊框 rimless 鏡架。好欣賞 Taylor 能夠用咁簡潔嘅線條去演繹呢一副無邊框鏡架，中梁同鏡柄都展現出簡潔有力嘅線條，加上 Taylor 喺無框螺絲嘅穩定性方面作出一個特別嘅設計，令到呢副眼鏡具時尚感之餘亦相當穩固。而呢副眼鏡每一個配飾都相當吸引，重中之重一定係呢一隻令銀色同槍飾相當簡潔時尚。提一提大家，所有無邊框嘅形狀都可以更改形狀同大細，所以基本上所有面型嘅客人都適合呢副眼鏡。而今次 Trunk Show 嘅另一重點，當然就係我哋同 Taylor 嘅聯乘系列，好少機會可以見到三大熱門型號 Warpo、Bacchus 同 Diadema 共聚一堂，而且今次 Trunk Show 幾乎展出所有型號。有興趣嘅朋友一定要把握機會過嚟我哋荃灣分店。如果大家想知道今次 Taylor with Respect 全新型號同埋我哋聯乘系列嘅資料，留言 PM， 我哋會將有關嘅資訊 send 俾你。